高雄燕巢呢有一块旧公墓的土地，去年已经这虫仔拢迁走的。地方是希望讲会当变做公园，想袂到竞选团出讲市政府拍算讲做一个放点仔架的占坑场，地方是强烈反对，认为讲交通、土巴、空气拢会受到影响。全区所有的里长拢做有11位，做伙是写这陈情书去甲公所表达抗议。那公务局表示讲会向中央反映地方的心声，也会继续来评估。 基座设点仔架占坑场的白布条挂伫咧路边真惊目。高雄燕巢甲秀路这块公墓地，去年完成迁葬，大约1甲块土地，原本地方按算争取做公园，无想到最近却听到风声，市府要伫遮做点仔架占坑场，因为这条中兴路是当地主要道路，附近还有中港甲南马空场，居民烦恼，若是点仔架搁车来遮蹲，会互附近的交通愈来愈歹。本地交通就足大车也足济啊。 伊山这我车中近搁伫遮嘛，所以讲哦，这交通会变较复杂。嘛是反正水起来，因为迄个沥青可能你也落雨会拄水落嘛，水落伊管遮拢做足济啊，所以惊会影响到啊。燕巢专区11位里长测试来到公所送定情书，表明因反对设占坑场的心声。参与会议的市议员宋立彬讲，这附近有5间大学，佮有病院，而且佮有济农作物种植咧遮。高雄一年大约有20万栋的点仔架爱处理，这块土地无看吨的量有限，市府应该重新规划思考。这块场域只有办法容纳2万吨，那其余的18万吨要何去何从？ 所以这不是解决之道，不应该以表面应付中央的方式来去选择场址。是针对交通及环境之冲击，他们认为是存有疑虑。那对此，市政府将把这个意见带回，好好的评估。也同时会向中央来反映。 工务局强调，这个占坑场是中央的政策，主要是要囤扣起来点仔架，买手会当再利用。即阵当咧评估可行性，会甲地方的看法甲烦恼拢环境互中央，找找求题做法。对此，里长讲，占坑场若是真正要设伫咧遮，因一定会控制到底。记者柯家族柯兆阳高雄场报道。